式开始。当时一听见这个教育院线，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说 OK， 好，我来参加。为什么我们的所谓的阳春白雪，我们的美声唱法不太被大众所接收？他们觉得，阳春白雪，你们很高雅，我们听不懂，就来这么一句。我相信像昨天那样的音乐会，我相信人们就不会再说这样的话，因为这样的实验我已经做了无数年了，所以我都知道。所以说呢，一定记住，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。我觉得永宪这次率先搞出了这么一个新的概念，就是把我国著名的这些歌唱家们、钢琴家们、演奏家们，那么组成这么一个团队，在全国各地的各个大剧院进行讲座活动。我觉得让更多的人呢受益这件事情，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